跟住咧介紹呢個唇部嘅護理俾大家。嗱，呢一個咧，如果大家個唇咧係比較深色嘅，同埋個唇紋咧係好深好深，同埋成日甩皮嘅朋友仔咧，可以留意下呢一套嘅意大利嘅唇部護理啦。咁佢呢一個咧可以做到一個咧，如果你有一個深層嘅唇嘅色素咧，可以幫你改善同埋減淡嘅。咁同埋如果你個肝臟咧本身個健康唔係咁好咧，個唇部嘅顏色咧都會比較深色啲㗎。咁 Mavis 咧喺直播試嘅時候試過精華再加一個嘅 lip mask 咧，咁其實佢用完之後個嘴唇咧會慢慢咧變咗一個粉紅色，即係會少少慢慢，佢只係用咗一次，咁佢個效果咧係好強勁嘅。咁大家如果你有一啲深嘅唇紋啦，咁佢會好顯露㗎嘛。咁同埋一啲咧深嘅唇色嘅朋友仔咧，望落去係好潮水嘅個樣，咁可以試下呢一套嘅護唇套裝，因為呢一個咧佢加咗一個蜂蠟啦，同埋加咗個純金喺入面咧，做到個係嗰個嘅改善色素啦，同埋去調理一個底層嘅色素咧，做翻一個紅潤咁樣㗎。咁呢一個咧係深受一啲嘅歐美嘅歌星咧去中意，因為佢哋成日都好注重個嘴嘅保養嘅。咁呢一套嘅唇部嘅出紋咧，係一啲好着重咧保養唇部嘅歌手，歐美嘅歌手咧，佢哋都係大愛長期每一晚去使用嘅。咁係呢一個咧可以有一個精華就可以早晚去使用啦。咁另外佢夜晚咧可以配合埋佢嗰個嘅 lip mask 一齊去使用。咁你第二朝瞓覺咧起身咧，你就會見到自己啲皺紋咧係撫平咗好多嘅。咁同埋佢用一段時間咧，你個唇部嘅色素咧亦都係會減淡咗。咁望落去時候咧，望落去個樣咧就會比較年輕啲啦，有翻啲血色咁樣嘅。咁我哋直播價咧都會有個55折嘅優惠俾大家嘅，咁大家都可以買嚟試下。